兄弟，这是咱礼拜时间要到，请咱安静心来做今仔日早起的礼拜。我要全心感谢耶和华，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我要治你欢喜快乐。至关的啊，我要学落你的名。这是咱要请迄个敬拜团来带咱做礼拜。咱这是要来用2条诗歌来讹上帝。咱先用华语吼，让赞美飞扬。咱会当起也是咱会当坐咧拢自由。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地，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击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在这个美丽的时刻，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地，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击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
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咱继续用圣诗第779首来学乐敬拜，荣光归伫圣父上帝。咱用台语来吟。荣光归伫圣父上帝，荣光归圣敬上帝，荣光归伫圣神上帝，荣光归三位一体，荣光荣光荣光上帝，荣光主高万万世，荣光归伫听咱的主，使咱罪过无下处，荣光归伫小咱的主，甲主罪恶万年久，荣光荣光荣光上帝，荣光主替咱献祭，荣光恶落到万万年，情天使罪恶임시，孤款荣光无尽无穷，恶落充满有丢中，荣光荣光荣光上帝，由万王的王到万世，阿门。感谢主，请咱议员徛地。这是咱来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安尼三听，众人着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谈，阮的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所赐的独生囝耶稣基督，用听踮伫阮的中间，互阮伫你的中间会当甲每一位兄弟姊妹相结连。也伫三结连中间，更加看见主你的听，
我要将这一切讲出，也伫这个每一项事来荣光主上帝你。但阮也照着今仔日每一届的敬奉内底、敬拜内底，阮献上阮的感谢。特别这个年终岁末的中间，阮更加检讨阮家己，阮所做的事工，阮所做一切，是毋是有达到阮所要做的工课？求主你加添阮信心，帮助阮，互阮会当迈向骹步往前行。阮搁一届也伫事工的顶面，要伫明年度来装备家己，来侍奉教会。感谢主你也使阮伫疫情过来的尾期中间，互阮会当真紧来恢复礼拜，甲恢复一切的事工。求主你也伫阮的中间，赐阮教业的勇气。但今仔日也是大神新人院纪念主日，愿主你祝福伫这个100年的校中间，互因无论伫事工也是培养顶面，拢得到主你大大的祝福。特别伫教会真济需要上帝需要劳碌的时，愿你也会当来催逼每一个人心，愿意来侍奉伫这个事工顶面。主啊，搁一届，阮也要伫阮的中间兄弟姊妹，也是疫情的中间，也是身骨病痛，袂当来到阮的中间。愿主你甲伊三甲伫地，你的平安喜乐甲伊三甲伫地。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要请咱的放纵来敬拜。圣经《使徒行传》第9章32节至43节，
咱做伙来看。彼得骗行4远的时，也落去就近点伫鲁大的圣徒，伫遐拄着一人，名以尼亚，因为犯着变衰，倒床8年。彼得甲伊讲：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啦，起来，你的仆仔家己整顿。伊连边起来，竟然带伫鲁大甲沙伦的人看见伊就归服主。伫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大比代，翻译就是刀家，行好事真济满满。当时破病死，人洗伊的生尸下伫楼顶，女大郡约帕学生听见彼得伫遐，就找2人去找伊，求讲，请来阮遮，毋通延前。彼得就起身甲因去，已经到，带伊上楼。正酒馆人徛伫彼得的身边，在哭，将刀家甲因弟弟的时所做的衣服，互伊看。彼得就叫众人出去，跪落去祈祷，活转心语心思讲：大比代起来！伊的目睭天开，看见彼得就起来坐。彼得伸手扶伊起来，叫遮的圣徒甲酒馆人入来，将国外的刀家交互因，通约帕拢知，就有侪侪人信主。彼得伫约帕久久甲一个番皮的师傅西门3角大以上。这时正道今仔日是拍破限制，咱要请甘牧师。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我是住伫中英河迄个所在南四角，我是南四角教会的牧师。今日来遮除了要分享圣经的信息以外，嘛要为着台湾新学院的奉献主日来向着大家来请安来报告。请咱为着新学院的事工，共同来关心，嘛来奉献支持。今日要请咱来同工帮咱来放这新学院的制作的这影片来做学校的报告。150年前，只有28岁的马街来自遥远加拿大，台湾就好像是偏乡。我还记得那一次是一个台风天，然后我就来这边。那天晚上就很可怕，因为就是台风，然后我的手机一直响那个土石流的警报。然后我就很害怕，就是教会会不会被冲走这样，然后当下就会突然有一种无助感，是跟第一次来的时候不一样，因为这次是只有我自己，然后就一直想到之前有些牧者说什么他们屋顶漏水，然后要睡厕所什么什么，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对，我现在真的已经在偏乡的一间教会了，好像是我记得属灵的家人一样，我们又是同胞，又是弟兄姐妹，然后看到这些羊群是没有牧人能够持续再牧养下去的时候，我在神面前的一个悔改，在神面前的祷告，那就死就死，就好像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土里，它就不能结出许多的籽来。在这个地方，嘉义县的番路乡，大部分的人是以务农为主，那教育的水准也相对没有大都市来的这么的高，那经济收入也没有这么的高，那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差异。那生活上面当然也有很大的差异，像在乡村这个地方，大部分的人都早睡早起就要去田里工作。我倒觉得说，并不是地理位置的偏僻，而是这个偏僻是存在人的心里面。
服侍的事工常常打掉重练，也可以说是用一种滚动式的调整。毕竟没有一项事工是从头一成不变到结束的。这些事工它好像只仅置于在撒种，但是好像没有办法收割。所以有些事工我其实就是改型，或者是直接砍掉。我们应该要做更多的是在同工的建造上面这样。我不是为了自己而走上这条道路，是为了神的旨意，然后我是他的仆人，神要我去哪里，我应该去顺服。会来到这个地方，也是我跟上帝的祷告说，我想到一个偏乡去。其实上帝也真的就是回应了我这样子的祷告，离开这个地方到别的教会去服侍。有时候也会常常这样想，但是当我静下心来去仔细的回想跟仔细的去跟自己的呼召对话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既然上帝已经答应了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服侍，那我就要在这个地方能够有一个比较长远的时间，除非有一个很明确的指示，我该离开了，我才会离开。我觉得身为神的仆人，还是要看上帝的心意，所以我就是祷告，然后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上帝要我离开平林的记号和感动，都完全没有。然后反而是在祷告当中就看到一些孩子的脸弟兄姐妹的脸这样。然后我就那一刻我就决定要留在平林了。若不是上帝要我走，一定有上帝他的心意。去年的时候，我才把我的户口迁来这个地方。那这一个身份的影响，其实它是超越传道人的身份，也帮助我重新去调整我的服事，不是只有在教会跟教会有关，而是它更广泛的是，我可以跟更多的人去做互动跟连接。马街的宣教事工，如今在台神一直持续着，从课堂上以及团契生活里延续马街精神。我们是一群活在异象中的人，在上帝国逐梦，一起兴旺福音，点燃生命之火。台湾神学院的校训就是对上帝有信，对人有爱，对土地有情。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培育一群敬畏上帝、爱教会的传道人与教会工作者，继续传承马街的精神，就是谦卑于上帝的呼召，愿意去到最需要的地方，通过爱与受苦，让人可以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带来的拯救与盼望。也因此，我们非常需要众教会弟兄姐妹你的奉献、支持与代祷。目前新学院差有250个学生，老师差不多有15个名，其中佫包含着政府来立案研究所的硕士生，差不多有130名。新学院除了有甲神学相关的课程以外，嘛开设了教会的音乐、甲心灵关顾的这硕士班、甲在职班。当然，嘛有神学的博士、神学的硕士，以及为着咱遮的正信徒所开设的神学系的神学课程，甲圣经的课程，通来真做大家的帮赞。欢迎大家有机会嘛通来做学生。我嘛是对伫神学院的这学生来开始，渐渐的伫这个学习的过程中间，转往来神学院来读册，一路以后来真做即马的牧师。大家嘛免伤紧张啦，毋是大家人去读神学系的这课程就真做牧师啦，因为真做牧师嘛是佫需要一个呼召安尼。请咱大家继续关心着咱神学院的发展，甲未来栽培传道者的这个事工，互教会界
有好的牧者，与我们一起来侍奉上帝，来建造教会，让更多人来得到拯救的恩典。搁一摆来拜托咱的兄弟姊妹，将咱的关心来真做支持。咱今日周报顶头有看到这无？咱周报顶头若是新人院的奉献地啊，你若有感动的，就把这个感动化成一份的力量，真做新学院的支持，并且将咱的支持真做新学院上大的鼓励。这是请咱三个来祈祷。万管人的上帝，阮感谢你，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你的信息到万世代。阮因为你的恩典，会当伫罪恶中间受到你的拯救。如今伫你的保守内底，阮通伫圣殿内底来听你流传万世的福音。这是你对阮的祝福。阮因为听，靠通来知影你是你永远的上主。如果没有上帝你的慈爱，我们只有沉沦在永远的黑暗当中，没有办法看到你的荣耀。我们因为这样，要再一次的大大的来感谢你，亲爱的上主。我们这时要恳求你，让我们专心在你的圣道里面听你的讲道，要恭敬的来遵从你的教导。愿上主你保守我们的礼拜，互听甲讲的拢伫你的面前来受到造就。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彼得是一个犹太人，伊本身嘛是一个啥物掠鱼的人。虽然伊无亲像保罗遮尔出名，读过遮尔多的册，但是彼得嘛是有出头天的一天。伊除了会晓掠鱼以外，现在伊甲保罗同款，嘛是伫犹太人基督徒的圈子里面相当的有分量。对彼得来讲，可能互伊身边的犹太人真难想象啦！一个掠鱼的人竟然敢行讲台啦！如果若是以前彼得无受到耶稣的呼召，请问彼得即马创啥？掠鱼啊！无就是伫加利利的湖边掠鱼、杀鱼，佮兼食沙西米啊！所以彼得来讲，伫《使徒行传》的记载内底，作者路加将彼得记录成一个很认真在服侍的一个人。路加伊描述着彼得在犹太地沿海两个城市，今天我们读到吕大和约帕做了很多明显的福音事工，嘛行了一寡的神迹。其中一个是医好一个叫做伊尼亚的半岁的查甫人，另外佫一个互一个彼得互一个叫做大比呆，迄个名叫做啥物？道家的女信徒，遮伊死以后，佫互伊活起来，并且彼得行了这段神迹以后，伊佫继续留伫约帕，伊也正做甲外邦人同款的一个桥梁啊。伫这以后，伊佫将哥尼流是啥？你知无？罗马的军官引带伊来信主。另外，伫路加福音的第5章的记载，耶稣用伊家己的官兵医好一个互人当厝顶甲坠落来的一个人，叫这个人要来起来安怎？可以走路了。彼得伫《使徒行传》的第3章记载，伊行了一个神迹，伊讲了一个真有名的，讲金银我都有还没有？没有。我奉什么人的名叫你起来行？耶稣的名啦，毋是奉彼得伊家己本身的名。其实这互咱知影，彼得也是奉靠着主耶稣的名，叫人起身来行路。伫路加福音的第7章，有一个人讲一个死人出来，伊的老母高高甲生这个囝。主耶稣看见就怜悯这个人，就说：“少年啊，你起来！我跟你说，这死去的人，伊就坐起来煞讲话。”所以彼得互这个寡妇的后生搁活起来，是互寡妇有亲人通倚靠，耶稣成做这群人的一个帮助者。同款的，当彼得医好这个女信徒道家的时阵，伊搁将守伫窑口的遮个人留伫厝外，这互彼得也借着医好这个道家来成做这群基督徒的一个帮助者。所以彼得甲耶稣所行的神迹有3同款的所在，就是彼得所行的这个神迹的模样是军队的主耶稣的模式，
伫主耶稣内底能力，伫遮的树顶头移转了予彼得。我们在今天的经文所带来的意义，我们要连接的更前面的这个部分。使徒行传的第8章讲，腓力按照伊索比亚的总管银库的太监来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事件。后壁的第10章续接记载，彼得进入伫个外邦人哥尼流的家里，跟到一个外邦人的世界里面去。伫这经文内底，彼得分别到了2个充满着外邦人的城市鲁代甲约帕。城市内底的外邦人真侪拢在做生意的，伊嘛咧做着甲军队有关的工课，甲一寡的买卖。所以对于传统的犹太人来说，看到这些住在这个地方的犹太人，他们其实是在轻视着他们，因为住在这里的犹太人跟这些外邦人接触了之后，长久的影响之下，慢慢的就失去犹太人应该有的模样，跟犹太人应该有的身份，并且因会愈来愈无像犹太人安尼啦。对犹太人来讲，有啥物款的身份，都要互家己活伫会当匹配家己传统的礼仪甲行为，因着愈来无到即个好的身份的时阵，因就会受到人来看轻。伊就甲即个身份，就甲因的性命同款，是真正哩重要。但是伫今日经文，咱来看上尾一节，咱毋知有印象无？咱看到经文记载讲，彼得甲一个啥物人带斗阵，甲一个番皮师傅西门带斗阵，并且伊毋是带济尔呢，伊是带几啊工啊。伊毋是讲我今日去带，早第2天的早起10点，我包啊款款的，我就来出门啊。毋是，我是搁继续带几啊工。咱再讲，彼得是一个标准的犹太人，虽然他已经信了耶稣，可是他还是在过着犹太人的生活。他守着犹太人的传统的律法，不是说信了耶稣之后，我就跟犹太教一刀两断，就跟犹太教没有关系。毋是。伊阁是伫过着犹太人传统的律法，想袂到伊去带一个互犹太人当作无清气、不洁净的人，他的家里去。亲像即种做番皮的师傅的职业，伊是受到犹太人所轻视的，因认为应该外邦人同款，拢是不洁净的、无清气。这种职业会互犹太人来看做无清气，是因需要做啥物款的职业？应该去摸到死去的动物的尸体，并且借着尿液伫保存动物的尸体的时阵的这个过程，将动物的这个皮来制作，成做日常生活顶头所使用的这个皮制品啊。甚至圣经所写的这个皮革，嘛是用啥物做出来？毋是活跳跳羊做对无？嘛是等伊死了，甲伊的皮剥落来，安尼有矛盾无？经文写经卷是神圣的，但是伫古代却是经过互人认为是无清洁的人的手所制作出来。但是这对彼得来讲，伊并无因为接触了已经死去的道家，以及甲这个职业是番皮师傅，甲伊斗阵大，伊就受到无清气的影响啊。就算是互人看做无清气的，有时上帝无一定会安尼认为啊。在上帝的怜悯之下，犹太人跟外邦人都是一样的，都可以领受上帝的福音所带来的好处。一个人的行为，也是大家咧讲清气，也是无清气的规定，其实拢无应该成做传福音的阻碍，也是拒绝的理由啊。通看到彼得所行的真正骨力上有查甫的，嘛有查某的。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他特别的记载，彼得的这2个神迹是要对着众人来说，福音没有专门给男性或是给女性。讲到这，我就想起到牧师以前参加一间教会的因的奉牧，因奉牧的牧师是女性的。因的小会成员有4位是女性的长老，甲1位保障名额的男性长老。
我的教会嘛是4位女性的长老，甲1位男性的长老，因拢共款真认真地做服侍。这就互我阁想起着一项代志。我的母会以前第一届进行这个中级改选的时阵，有一个年长的信徒，他在选举之前就突然的站了起来，他就开始讲话了。啊，咱的教会都应该选男性来领导咱的教会，来开开进步。结果一选下去，有一半都是女性来当选我们教会的长子。其实上帝是照着意思在运行啊，毋是照着人的想法甲看法来发展着伊的计划啊。有时一寡互咱感觉真讨厌，也是互你看起来恶心的人，咱看伊真无顺眼，其实咱并无比因较好偌济啊。咱所犯的罪可能比因更较多，甚至有时是不相上下。但是咱却看轻因，认为家己较高尚、较文雅，其实咱的心内啊，比因较可怕。伫上帝眼光内底，咱甲所有人共款，拢有犯罪，拢得罪上帝，亏欠上帝。所以伫责备别人的时阵，咱是爱接倒仔地者，小等一下，先反省咱家己吧。一个作家，对于作家陆家来说，这一切尊贵甲恩典，拢是出自会当临伫任何人的身上。上帝创造的拢是平等的，只要是人类，拢通受到上帝的疼惜。就亲像美国的黑人，伫以前美国的历史顶头，黑人是啥物？奴隶是次等人，因坐公车坐咧倒位？坐咧公车后壁啦。因无通坐咧公车头前。因若是想要读册，白种人就会对他们说：“你们跟我们不能上同一间学校。”甚至尾仔要读书的时阵，该靠着军队来保护因。因要施行这个种族隔离政策。但是后壁咱来看，美国的黑人当中 ，Michael Jackson 最近来台湾的这个 NBA 篮球明星，因拢是黑人，甚至是美国的总统奥巴马，因拢互人真欣赏因的才华甲能力，大家都纷纷的追星，甚至成为他们的粉丝。伫历史顶头的错误的顶面，有关系。也是压迫者，因上爱用的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是甲我无共款的，我会当对你来有差别的来对待你。只要你跟我不一样，我就可以用差别的态度来对待你。敢讲假是只要有差别，就应该受到无好的影响吗？无好的对待吗？你无共款的时阵，敢毋是就应该用着平等来对话吗？2000多年前，耶稣甲受压迫的人斗阵，伊真爱去甲一寡互人看轻，甚至互祭司、经学教师看作讨厌、无清气的人，耶稣甲因做朋友。耶稣打破了歧视，并且主张任何的族群都能够来亲近上帝，甚至任何人、任何族群，因拢有上帝创造的奥妙。绝对毋是身为毋捌解剖的人类所会当明白跟参谋的这奥妙。伫上帝面前，咱着爱更较谦卑的，毋通凊彩将人来分类。咱无这个权利，咱也是基督徒应该安尼做的事啊。咱应该学习的是学习着亲像主耶稣安尼，伊疼世间所有的人，因为上帝已经先疼咱啦，咱怎会当？将伊对世间众人的疼甲怜悯限制伫咱家己自私的这个决定内底呢？咱对伫《使徒行传》的记载来看，彼得原本是偏向着家己犹太人的这个族群内底，你传扬着主耶稣的福音。毋过伫遮，互咱看到彼得接触一位已经死去的道家，以及接触着一个反皮师傅，西门甲伊斗阵大。对彼得来讲，伊原本是活伫身为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内底啊，但是因为耶稣的缘故，他愿意让耶稣来改变他自己，来突破他自己。有一个作家叫张文亮，他是一个台大的教授，
他曾经写过一篇的文章，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故事讲到有一群的基督徒的大学生，因去到特种行业的这个酒店，要来遇到一群的女性来对因来传福音。相信对伫咱基督徒来讲，可能咱拢真难想象，甚至嘛毋捌想过，要遇到这个对象来传福音嘛。对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说，只要是向着人家来说福音、讲福音，我们都觉得很困难了。更较免讲到遇到遮的工作环境的朋友，对因来讲，耶稣基督，这可能咱拢毋敢。平常时啊，咱若拄着别人来问咱的信仰的时阵，咱拢会讲啦。问教会长老，教会长老讲啦，问牧师。咱对伫一般人就真难开嘴来传福音啦，更何况是遇到这工作的人来讲福音。作者张文亮他说，有一个来开门的小姐看到这群大学生，冲下，这群大学生就讲说啊，我们是某某大学的学生，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今天要来到这里，跟你们来传福音。对伫遮做事的人来讲，传福音是一句真清楚又搁是青分的一句话。对遮的人来讲，因无办法理解传福音是在讲什么。这里学生阁继续讲，因为耶稣基督是救主，他能够赦免我们罪，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当伊话讲到一半的时阵，马上有一个妈妈桑。伊就才要讲啊，我在这边10几年了，都没有人来跟我们传什么福音啊。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群学生的中间，带头的囡仔，伊回答讲啊，这是一个要讲酒店吗？又不好意思，又不敢讲出来。这是一个需要福音的地方。对伫这个带头的学生来讲，伊一时嘛无想到要用啥物较文雅的词来形容这个所在啊。反倒当时这阵的查某人，伊就真轻松的讲出讲，阮这个所在就是酒店啊，规个所在拢是特种行业啦。但是对伫这群大学生，对伫这群的基督徒学生来讲，因即时唯一会当讲的是讲，这是一个需要福音的所在啊。因大家拢非常紧张，因为这个时阵，因毋知影要阁继续来讲啥物话落去。结果就有人对着厝内来话讲：“来哦，恁着紧来哦，遮有人要来甲恁讲福音哦，恁着紧来哦。”无偌久，就几下查某人对房间的内底出来，每一个拢浓妆艳抹，穿着高高的高跟鞋走了过来，坐在这里。大家一个一个照着次序，坐咧客厅的沙发顶头，用着要看好戏的心情，看即群大学生。你要变啥物梦？渐渐的，窗仔边，毋知当时出现了真侪连隔壁嘛想要来看热闹的人，真侪头理着小平头，身上都赤龙赤凤的保镖们站在门边走了进来，因将门甲挡起来，因为因不爱互这群大生来离开。冷冷的在看这群学生，好，瓮中捉鳖，太好了。对这群大学生来讲，因现在嘛无办法专心来离开啦。对你这个带头学生来讲，伊即摆较发现到讲，伊若亲像一个囡仔人驶一台大卡车，驶入去菜市仔内底。即摆时阵是要安怎来离开啦？要按头前行拢是人，要按捌裤，佫毋知要安怎洗头。亲爱兄弟姊妹，当咱若看到这个故事的时阵，安尼描述，咱会认为啊，基督徒的大学生，你们是吃饱太闲了，是不是？你们太理想化了？你们干嘛去跟这些人传福音啊？这时候你们不是自己难看吗？你们搞不清楚这世间的邪恶啊！你们这些孩子们，啊是你应该是去用起笑尔，基督徒去遐人传什么福音？一群公共的样啊，家己行伫龙群的内底，对一般的人的眼光来看，总是认为讲啊赞啦，
这学生来学一届机会嘛袂歹啦。安尼后摆就袂家己安怎搞不清楚进去这个环境。对哩，即阵的学生毋知影当时要安怎的时阵，张文亮教授伊写讲，主耶稣伸出伊的手来掌管了一切。耶稣要互即群热心想要传福音的学生，互歹的势力来控制着伊的囡仔。伫即时阵，圣神大大的帮助遮的学生，互因有勇气，将这福音单张，这是福音单张，这是福音单张，一张一张一张，传互在场的每一个人，并且佫来讲耶稣的福音，互大家来明白。因想讲，把福音单张分好安尼福音单张发完就可以回家了吧，就可以离开了，对不对？结果有一个年岁较大，规头毛金色头毛的查某人讲：少年人，恁来到这所在，要讲福音，我平常时啊嘛真少时间出去啊。你当遮讲福音好无？好无？好无？感谢主，好。一时之间，让这些大学生们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啊。但是有人安尼讲啊，是来互因做意外。带头的这学生，伊无想讲，竟然人伫遮来提出讲要传福音啊。这位姐姐，你要听福音对不对？我马上讲给你听，好不好？感谢主哈。伊就想到一段经文，圣神帮助伊想到这段经文，伫以弗所书第2章的第8节。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乃是上帝所赐的。因为恁对恩典来得到救，是对信，这毋是出自恁本身，是上帝所赏赐的。当伊伫讲到这段经文时阵，有人话讲讲台语、讲台语，无听无，所以因就一个一个来解释好势。当场人嘛讲莫讲遐紧，讲较慢一个，罗牧师讲上紧啊，对无？无安尼听有好。毋知影即阵学生当时来的那个胆子，对着边仔这个保镖讲：“你去拿笔跟纸来，我来解释什么是救恩。”伊就伫桌顶头将这个纸下咧顶来写画一十字架，来解释讲耶稣。为什么钉在十字架顶头？这个十字架对大家有啥物意义？将主耶稣受钉在十字架顶头的救恩，十字架对人类的拯救的意义，用半生不熟的台语对这人讲了一遍，互众人听较清楚。想袂到大家拢非常认真来听，就愈来愈侪人拢聚集在这个房间内底。结束以后，这群大学生的中间，竟然有人话讲：“我们来做节制祷告，好不好？”好不好？弟兄姐妹，好不好？感谢主，就是这样子。当时他们就在现场为了大家做了祷告。有的人开嘴对因来祈祷，有的人目屎伊就流落来，因来到遮久，无人来关心因啦，无人来想讲恁咧过什么款生活。当学生要离开这个所在时阵，在场所有的人，拢主动去将这客厅的门让开。客厅的路甲让出来，因学生通来离开。即阵大学生搁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到一个酒店去，搁去传福音单张，互每一个人，为人来代祷，为因来关心。甚至有的人讲，我小时候在主日学过。你们唱主日学的歌好不好？因有唱讲我是耶稣的小羊，伊唱着主日学的歌，因目屎嘛流出来。因有家己的生活，有家己的背景，有家己的痛苦，因为不得已，因伫这酒店上班。这学生真认真伫为着因来祈祷。有的学生问学生讲：福音是啥物？为什么耶稣钉十字架？我为什么爱受到拯救？有的是安安静静的，一个边仔看这个
心，互因的福音单张，甲收起来，只要好势，摕咧裤袋内底，摕咧裤袋内底，通小等来看。兄弟姐妹，对你这群大学生来讲，基本上他们跟这个在这边上班的姐姐们，是生活在不同的情境，生活在不同的处境里面。他们活在不同的平行世界，但是对你信仰的站面来看，等他亲像初代教会这信徒安尼，总是因爱面对着主耶稣，得面对的对象同款啦。我们看到耶稣在传福音给众人的时候，他的对象都是让传统犹太人所不喜欢的、不愿意接触的。耶稣所接触的人，都是让他们认为啊，你们这些都是不洁净的，我们是圣洁的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不会跟你们在一起。耶稣接触的人，真侪拢是互人看做无清气的。对你主耶稣，伊所接触的大麻风的病人、半岁查甫人、患肝炎的、抽血的、撒玛利亚的妇人等等，这拢一再显明着，想要跟对着主耶稣的人，无办法活伫一直想要保持着自身清气的这个环境啊。若是想要跟随着耶稣，我们就没办法跟这个世界没有相干了。更加无办法用着独善其身的心态，伫看世界的每一个人，世界逐个人。因为耶稣进入伫这个世界的悲惨，伊毋是离开这个世间的困苦。耶稣进入了这个世界的悲惨，他不是离开这个世界的困苦啊。基督教对初代教会时代，一直到咱现在的时代，应该毋是一个将富贵、名声、好业、成功连做伙的信仰。基督教所应该传的主要说是一个甲弱势的人做伙，甲受伤害的人做伙，甲受委屈的人、受到无公义对待的人，甲因做伙的信仰较是啊。但是在传讲基督信仰的人，有时并没有将耶稣基督的最真实的那一面清清楚楚、血淋淋的讲给我们，害怕。大家都说好的，没有人愿意去讲跟随耶稣会遭遇这样的事情啊。咱应该是真实来面对着在圣经内底对耶稣的记载，来看清楚迄个甲艰苦的人做伙的人，咱真少甲伊讲甲清清楚楚啊。耶稣期待咱会当进入伫咱家己的世界，来看咱身边的世界，看咱身边的人，看咱身边的环境。咱的主耶稣嘛，希望咱会当进入伫家己的世界内底啊，去感觉身边的环境，去了解这个世界遐受苦的人。因为耶稣还搁伫世间的时阵，伊就做了上好的示范，伊甲罪人做伙。伊甲善良人做伙，伊甲心内破病的人做伙。咱需要真实去接触到，并且毋是活伫家己的自我的世界。拍开咱的目睭，拍开咱的耳孔，拍开咱的心，去感受到咱身边所发生的代志。毋是疯狂的自拍，发抖音短片。是好好笑，你看这个好不好看？好看的哈。毋是在 IG 顶头，毋是在 FB 顶头写一寡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一个字、一句话，好像很酷啊。其实你的心内是做眼巴巴，希望大家给你按一个什么赞呐，按一个爱心呐，是不是？哦，你好棒哦！我们都不知道你在写什么。还是咱敢想要专情在这个虚幻的电动内底，还是手游里面？基督徒的性命其实要有真侪机会在等待咱去传上帝福音啦。这个世界不是美好的，这个世界从来不是公义的。这个世界的环境遭受了迫害，
这个世界已经离开啊上帝当初创造的这么美好，已经这么远去啊。这是嘛是主耶稣爱咱用心来看的世界。兄弟姊妹，对你彼得来讲，伊身为犹太人的身份，伫犹太人世界内底受到看重。但是对你主耶稣所讲的上帝角度来看，伊即款的犹太人的身份甲价值，远远的都不值钱，也不值得人家来羡慕。彼得愿意互家己亲像主耶稣所教导安尼，去接近已经死去倒甲，嘛甲即个番皮师傅甲伊斗阵大，人看做无清气的，伊甲伊斗斗阵。这个大学生愿意去到家己完全是无共款生活背景跟价值观的人，跟他们在一起，向他们传福音。因伫即个行行的过程中间，凭着对主耶稣的信，去做着即款咱可能一世人拢毋敢做的代志。这一切对伫咱这基督徒来讲，会当带予咱什么款的反思啊？张文亮教授伊讲，如同葡萄枝子一样，世上的人是因为福音成为他永生的唯一的管道。任何咧传福音的人，需要将家己的信心牢牢的跟着主耶稣一起连结。如果没有这样子不会摇动的连结，传的人会枯干，听的人嘛无办法得到性命的光。咱唔通讲哦，你知影几句啊圣经就说传福音吗呢？无啦。对伫传福音的人，伊需要上帝赐予伊真理的光，对人爱有怜悯的慈悲的心，人的内心对主有深深的顺服，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安尼才有通传福音予人啊。有按基督内底所领受的怜悯甲慈爱，伫咱的心中，安尼较是拍开咱受到限制的一个锁匙啊。毋知咱每一人对伫家己的限制是啥物，咱有知影无？我们有清楚，主耶稣他打破自己上帝的身份。跟彼得他破除犹太人的身份，来跟人家认为不洁净的人跟他们在一起。耶稣跟彼得会做这样子，都是因为在爱的里面，他们愿意来打破自我的限制啊。你听中间，限制该受到超越，限制该随着讲嘴啊。弟兄姊妹，伫咱的身边。咱有看见需要咱帮赞的人无？伫咱的生活中间，互咱看做不堪卑微犯罪人无？如果咱个用着自我限制眼光伫看因，咱敢会当讲主耶稣甲彼得因所做所为，对伫咱自我限制内底，咱其实无甲讲嘴啊。耶稣甲彼得做了遮尔多，咱还阁伫做家己啦。敢讲对伫主耶稣的道理，咱犹原讲，迄是对伊讲的，对伊讲的，毋是咧对我讲的。愿主耶稣来帮助咱，透过今日的经文，互彼得对家己这种打破自我限制的经历，我们受到鼓励。愿上帝赐下，互人仁爱的心伫咱的心中，因为当咱拍破限制，遵守着主耶稣的教导的时阵。我们就在他的荣耀再一次的显现在众人的面前。请咱大家来祈祷。阮若是愿意拍开自我限制，阮就通得到上主你的娱乐。必定愿意伫主耶稣的教导下面，行出对上主你的呼召。愿上主互阮决意的心，看见这个世间需要阮帮赞的人的呼求，互阮毋是成功的人。互阮愿意为着主耶稣基督拍破阮家己的限制，通进伫主耶稣基督的宽阔仁爱的世界，搁较来得到上主你对阮的欢喜甲接纳。我嘛恳求上主，互阮伫即个新学院的奉献主日，遮尔有意义的日子内底，拍破家己的限制，愿意对着阮主内的新学院，伫信心的感动动工下面，无互感动来消失，互阮有份付出阮的气力。努力来持守着对因关心的这个机会，
阮嘛，互阮用着做一教的方式，用着代祷，用着奉献，共同来成就上帝国度的福音的事工。愿上主来帮助阮，阮来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这是咱起立，过来吟圣诗第122首，第121首。上帝听谈赢过一切。上帝听谈赢过一切，天顶欢喜降落地，求你点愿秘密心内献出你极大仁爱，求主你是主必怜悯，你的听无限纯情，将你救恩一时降临，尽力阮行遐的心，全力救主喜乐真求主你我命愿承受，做你圣殿愿你降临，永远无你点愿心，愿美亲像天使天君，心上无落你大恩，永远感谢阿罗生命，应有你完全的听，求你定心做阮心事，清气无点无了面，互阮看见你大救恩，完全归向来亲近，互阮天光不再严格，你教阮真理路途，奉献要留伫主面前，学路清好永无停。请坐，这是请咱准备心来奉献。咱来吟奉献的诗。请坐。
即是咱要来公道吼，请咱特别为着咱身体欠咱的兄弟，甲照顾伊的亲人来代祷吼。第二，咱也为着吴振兴因一家，甲伊伫海外的囝儿甲孙仔，来为伊祈祷。特别咱也为着王彩云姊妹来祈祷。过来，咱也为着吴永芳、朱秀凤，甲纪淑萍、吴耀宗因一家的心灵来代祷。咱的自己，咱家己，咱也来为着咱认罪祈求，请即时起立，咱来公道。咱有缘徛，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求赐愿平安。请咱来吟上营386首，咱上营煞，请江牧师来甲咱祝祷。天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白敬诚信，俄罗三位一体上帝，尊名流传直到万世。阿门。请为做伙来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上帝的听堂，信息相通，甲正人三个伫底。伫即个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互这个当工，甲恁大家拢共款的受到祝福，对于即时得到因世大无尽。阿门。请坐，这时我接续来报告。
请咱先来看咱今仔日的金句，咱每台语甲华语，咱来各来读一摆。听上帝的，也着听伊的兄弟，这是咱对伊所受的命令。华语，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约翰一书4章21节。我来，咱下周若有担任事奉，请咱来第奉献的报告，请咱来看吼。若有订单，咱来我大概来报告，简单来报告，就是今仔日咱要伫即个妇女团结组的后，咱要来摒扫吼。请摒扫有1楼上负责送，3楼上负责，4楼要安怎负责吼？请咱各人来看。就是咱接下来吼，伫11:20这个服务团体要来聚会吼，由叶基安来分享福气的人生。第5就是伫下主日吼，礼拜日这个7点半要伫我的府上来举行家庭礼拜吼，邀请咱的兄弟姊妹来参加吼。地址是伫下骹。过来，咱继续为着教会吼，咱昨已经有经教会伫这个事工研讨了。已经有定咱教会的主题、明年度的主题，甲咱要做的工课。那请兄弟姊妹继续为着咱教会事工来祈祷。继续关心伫咱的兄弟，因为疫情要结束，咱渐渐恢复正常的生活。为着这些人，无到入教会的兄弟姊妹，咱继续为伊来祈祷。这是报告以上咱这是要来迄个行平安礼。